大家好，好開心今日可以同各位叔叔阿姨一齊傾下。而家成日都聽到嘅人工智能，可能有啲朋友一聽到人工智能就覺得好複雜，好有距離。其實唔使擔心，今日我哋要認識嘅係一位幾親切、幾有趣嘅新朋友，叫做生成式人工智能。接落嚟，我會用一啲簡單同生活化嘅例子，同大家一齊了解佢。生成式人工智能其實唔係離我哋好遠，佢可以陪我哋傾偈，幫我哋諗點子、寫文字、畫圖，仲可以幫手安排日程同規劃旅行。操作亦唔複雜，只要好似平時發信息咁，將自己想做嘅事講俾佢知就得。咁到底咩叫生成式人工智能呢？簡單嚟講，就係一個聽得明我哋要求，仲可以按照要求創作新內容嘅助手。例如你想寫封信俾遠方嘅孫仔，但唔知點開頭，就可以同佢講，幫我寫封信俾孫仔，話俾佢知我好掛住佢，叫佢好好讀書同照顧身體。好快，佢就可以幫你寫出一封完整嘅信。大家可以將佢想象成一位超級廚師，我哋俾佢番茄、雞蛋同調味料，再話俾佢知想食番茄炒蛋，佢就會將材料重新組合，整出一道菜。生成式人工智能都一樣，佢會將學過嘅資料同我哋嘅要求重新組合，產生一段新文字、一張新圖片或者一個新點子。佢唔係單純揾一段現成答案俾我哋，而係按照要求重新生成內容。生成式人工智能識做好多嘢。首先，佢可以陪我哋傾偈同解答問題。其次，佢亦係一個寫作助手，無論係生日祝福、家書、訊息，甚至朋友圈文案，都可以幫我哋先寫一個版本。當然，最好再按照自己嘅語氣修改一下，咁就會更加有心意。除咗文字，佢仲可以畫圖。你只要形容自己想見到嘅畫面，例如一隻可愛嘅貓喺陽光下面瞓覺，佢就可以幫你生成一幅圖。另外，佢亦可以做生活規劃，例如安排一日行程、設計旅遊路線，或者根據屋企現有嘅食材提供食譜。例如媽媽就嚟生日，但自己唔知點樣寫祝福，可以同人工智能講，幫我寫一段俾媽媽嘅生日祝福，唔使太華麗，簡單、溫馨同真誠就可以。幾秒之後，佢就會提供一段文字，我哋再加返自己同媽媽之間嘅回憶或者稱呼，就會更加自然。又例如沒想同屋企人去杭州，但唔想花好多時間做攻略，就可以話俾佢知想去幾多日，想睇咩景點，想食咩，同埋行程想輕鬆啲定充實啲。佢可以先幫我哋整理一個行程，等我哋再按照實際情況調整。不過交通、營業時間同天氣呢啲會改變嘅資料，出發之前一定要再核實。講到生成式人工智能，就一定要介紹兩位比較多人認識嘅明星，分別係 ChatGPT 同豆包。ChatGPT 就比較似一位知識好豐富嘅老師，當我哋有一啲比較複雜、比較專業嘅問題，例如想了解一個知識概念、寫正式文章或者整理資料，佢通常都可以提供比較詳細同有條理嘅答案。豆包就比較似一位貼地嘅生活助手，佢嘅說話方式比較輕鬆，亦比較適合處理日常生活入面嘅問題，例如問食譜、寫祝福說話、規劃行程或者純粹傾偈解悶。所以兩個人工智能工具都有自己嘅特色。ChatGPT 比較偏向知識同專業用途，而豆包就比較偏向生活化同日常應用。大家可以按照自己嘅需要選擇適合嘅工具。喺呢度我會特別介紹一下豆包，因為佢嘅操作比較簡單，而且功能亦都比較貼近日常生活。首先，大家可以喺微信入面搜尋豆包，揾到相關嘅小程序之後，就可以直接打開使用，唔一定要再另外下載一個應用程式。第二，豆包支援語音輸入，就算大家唔習慣打字，或者覺得手機鍵盤太細，都可以直接對住電話講出自己想問嘅問題，系統會將我哋講嘅說話轉成文字，再作出回答。第三，佢可以幫我哋處理好多生活上嘅事情，例如問天氣、揸食譜、寫問候語、安排旅行，甚至幫我哋整理一日要做嘅事情。使用方法都好簡單。第一步，打開微信，喺上面嘅搜尋欄輸入豆包。第二步，喺搜尋結果入面揾到豆包小程序，再撳入去。第三步，就好似平時同朋友傳信息一樣，打字或者直接講出自己嘅需要。大家唔需要一次過學晒所有功能，可以先由最簡單嘅事情開始，例如問今日天氣、查一道菜點樣煮，或者叫佢幫手寫一句生日祝福。用過幾次之後，就會慢慢熟習。而家大家見到嘅就係一個人工智能聊天界面嘅例子，畫面最上面通常會顯示人工智能工具嘅名稱，中間嘅部分就係我哋同人工智能之間嘅聊天記錄。我哋輸入嘅問題會顯示喺一邊，而人工智能提供嘅答案就會顯示喺另一邊。例如，我哋可以問佢聽日打算去公園野餐，想知道天氣點樣，會唔會落雨或者太曬。人工智能收到問題之後，就會提供一個比較詳細嘅回答，例如聽日係晴天定多雲，氣溫大約幾多度，會唔會落雨，同埋需唔需要做防曬。使用方法其實好直接，大家只需要喺畫面下面嘅輸入框打字，打完之後撳旁邊嘅發送按鈕，人工智能就會開始回答。如果個工具支援語音輸入，大家亦可以撳米高峰嘅圖示，直接講出問題，唔一定要逐個字打。不過有一點要提醒大家，
人工智能提供嘅天氣資料未必永遠係最新，所以如果真係要安排出門，最好再睇一次官方天氣預報，咁就會更加穩陣。不過人工智能雖然方便，都有3點一定要記住。第一，佢講嘅嘢唔一定全部正確，遇到健康、法律、理財或者其他重要問題，一定要再問專業人士。第二，要保護個人私隱，身份證號碼、銀行卡資料、密碼同住址都唔好輸入俾人工智能。第三，佢只係助手，唔係代替我哋做決定嘅人。最後點揀、點判斷，仍然要靠自己。面對人工智能時代，我哋唔需要害怕，可以由最簡單嘅事情開始試，例如問天氣、寫祝福語、查食譜，慢慢熟習點樣講清楚自己嘅要求。用得好，佢就可以幫我哋節省時間，處理一啲繁瑣嘅事情，令生活更加方便。最後我想講，生成式人工智能出現，唔係為咗取代人，而係幫人做得更有效率。佢就好似一架行得好快嘅車，可以帶我哋去更遠嘅地方，但方向盤始終都喺我哋自己手上。希望大家可以用開放同理性嘅態度認識佢，嘗試佢，同時保持判斷力，令人工智能真正成為生活中嘅好幫手。多謝大家。